色，给人家的欧巴桑干重哦。敢，怎么不敢？那慢人干重呢？他们在海边啊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咖啡厅，其实你是不用担心的。我希望那女人过得很惨，不是爱得要死吗？一个死，另外一个怎么不跟着去死？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利用工具。我没有要利用你。那现在算什么？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。我觉得他就是在找借口离开我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赶快睡。来，好会啦，出来。来，台姐啊，后色班呢？好啦，来哟，哎呦，你妈个东西啊！饭后甜点嘛，妈个饭后甜点，养生补品燕窝哈。妈你买啊燕窝？阿叔会买的咩？伊讲我分补吧，唔看啊。阿叔哎，买啊做嘛喏？要懂规呢，大送钱。最近啊，我老板要开一间小工厂，QA 爱搞本爱管的，美爱本爱本房。嘿哦，我去工厂爱搞本馆哦。嘿啊，前期某多一批诶。阿姐，我好命咯。哎呀，谁牛记是后面过啊？看呀嘛，我伊讲伊记后堂的花哦，像我件命用的。所以命翻啦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我记啦。奶带补品转来，两位小姐，你们要照时间吃啊。有糖冻哦，看呀来个想要照时间吃哈。安心啦，太姑姑来哦，连她最注重养生，我会监督娘妈妈来试讲讲。喂啦，是翻啦。吃饭吃饭。出来，其他这个啊，通用。你听啊，戏做嘛喏？我这个戏就做得了啊，我又唔会生你。太姑姑搞呆一定要陪你看啊，不然你都决定得太快，会被你骗。莫通你太姑姑乱讲啦，嘿啦，我迄木特殊啦，不过我比别人都较近。又蒙你狗你蒙。头家啊，你好，我是吴太太啦，是迄菜市仔迄阿兄介绍的啊。哦，有啦，伊有甲我讲过啦。啊无你看卖啊，看有适合你做的生意无？哦，好，会当入去吼。哦，多谢哈，你无盈利的啊？好，看卖啊。哦，这嘛是你的哦。是啊。哦。嘿，这个布咧，你搁要治无？这布吼，你若用着吼，怎送你啦？免钱哦。是啊。哦，多谢，你歹势呢。袂啦，啊，阮囝吼惊我伤忝啦，叫我甲这间店吼租出去啦。啊，你若厝租有准时交吼，我袂甲你起啦。安尼哦，多谢啦，多谢，就讲运动好呢。好，啊无你慢慢看，吼。哦，多谢啦，吼。好呗。哟，啊哦，去调家去采红茶的哦，比俺较好呢。安尼哦，俺就唔是买过的哦。去业尾的哦，这里采sản夫。哎呀，妈，然后看配给毛啊。啊真的呀，等下开店哦，俺较少穿钱，人俩个透不用。给矮嘞，唔用啊。哪个家长啊？去领导组看戏了，以为穿钱的用诶，应该唔是家种啦。冇家长，挨冇会家。有啊，无爱家就无爱家啊。
好风嘞，你头晒师傅嘞。西门营按难时，几多点嘞？来啦！那头点充钱哦，厝顶我人也甲准备套补用哦，若要我拄起来，阮做家族啦。迄无迄家，手无迄家，干嘛要存嫁妆？喏诶，你总毋得讲笑嘿，无爱家。迄讲哦，俺老诶啦，俺做诶啦，你3年我应该甲啥？我看哦，佮到处要易漏失，又安尼照顾你，你会真下对吗？我有很珍惜啊，珍贵的友谊。不嘛喏，佮嘛较珍贵嘅友谊。你都拿摕伊来生人诶，你都压下含年纪哦。佮石头真紧编诶，伊也佮洗毛诶发型啦，电脑到处迄洗来哦较专情。转请，烘缝啦，讲要带你下心来，班缝都无。佮早去做面诶，今仔有时间。你会闲下新的本钱啊，你会关心佢，问佢有好无？一行啊也搞唔下，戆嘛。今日老赵叔叔诶，用啊，来做底讲有。是硬翻啦。黄姐，哎，小江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路上塞车啊，哎呦，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不，没有等，哎呦，我都在这里顾店嘛。好，来，前进。哎呦，传一下，不急。啊，来，啊，我还泡了人参茶哦，这个啊很好。嘘，我需要先感受一下。对不起。好，怎么样？这整个地方呢，其实还可以，真的哦。对，可是缺少了一点开创的格局，啊，那怎么办？不够大气，有点可惜了。哎，那但是维持基本的开销是 OK 的哦。对，你看哈，我当初会选中这边呢，就是觉得人潮还不错。那要怎么改进啊？你觉得？黄姐，我们要懂得借力使力嘛。怎么说啊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有免费的瀑布可以用，你为什么还要自己花钱挖水井呢？哦，对耶，你这样讲我就懂了嘛。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好会讲哦。我最近呢是对一些股票有点研究。股票我很有兴趣。你有兴趣？对呀，我就看了很久，可是我不晓得怎么进场哎。我 OK。你有研究？有研究。那我跟着你可以好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对，这附近有一个砂锅鱼头，很好吃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们边吃边聊啦。不用，我们喝茶就好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陪业主去看一块地。好啊，你好忙哦。不好意思。好，你喝。好。哎呦，你一定口很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股票的事情啊，要麻烦你哦。没有问题。哦，那要记得。好，那我先走，你等我消息。谢谢你啦，王姐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好，不送哦。好，再见啊。好。
彼得哈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刚刚啊那个小江风水师啊，他有来我这里哎，对他跟我讲了，哎呦，不然这样啊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吃砂锅鱼头？我再好好跟你讲。对呀，他讲很多。哦，你没空哦。哦，是哦，乔治可以哈。好，那我打给乔治哈。好，再见哦。好，下次啦，好，下次。算了，我看我就安分去打工吧。拍照既花时间又花钱，我实在没有资格像艺术家一样任性下去。但是我觉得你对摄影很有天分，如果不拍照，很可惜。这样好了，我有几个朋友在出版社，你回去之后把你以前拍的照片整理一下，拿过来给我，我帮你拿去给他们看一看。出版社？你是说出书吗？都有可能啊，反正我只是牵个线，当然他们要看了照片之后才能够决定。不过，我对于发掘人的潜力这件事情，一向是很有自信的哦。怎么样？就这么说定喽？爱讲怕，并不爱惜。爱讲怕，记得路路好归。台风的时间。你的信解除了我的信饥渴，好礼加在你写信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一下基地就要和我养的母猪结婚了。哦，我在军中的任务是养猪的，班长待我也很好，连上的同袍也待我很不错。你呢？最近如何？有无凡事困扰着您，记得告知我哦。好声浪听，你敢记得我？你下呢哦，伊3年可以减点，有你都按伊的函关哦。跟你做的板老人甲配啊？你还敢讲啊？这种事还没因为。咱种啥可以是买衫裤的？好啦，我知啦，歹势啦。我也好，廿点的哦，有一台天师就做得了没？个嘿哦，保证每早晨9點都下晝1點哦，個當然都慢慢。係是，我老人講啦，個股票哦，有賺到錢就好輸的啦，冇像阿家。好誒，好誒，好誒，呸！廿早一個買後堂的發是冇啦。阿珍，阿珍呢？哎，你下新的啦吼，然后我们给倒主，看这股票还没有去到2万点啊。伊遐伫个做兵，消息应该无灵通啊。哎呦，迄唔闷就闷啦。好啦，我会尽本你下新的本记。拜托哈。好。你要去太姑姑哦，要较差唔多调的哈。哎呦，多谢啊。妈。妈。你飞遐边呢？啊，阿哥呢？你给我做来哦。哦。妈。在家呗。阿珍呢？嘿。妈，大姑姑。我在家呗，你会做
来啦！很久没看到呢。要是卖呢？她是我女朋友，叫小娟。哎呦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很僵哦。坐啦，坐啦，来这边坐，来来。妈，哎，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要在这边住一晚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哥，你可以去我房间。去看一下啦。好，带你们去看。小娟，不要客气哈。你们今天晚上可以睡这里。睡地板啊？没关系啦，就住一晚。哦，不然阿姨那间给你们睡了。来啦。你床睡不习惯。看这间可不可以？妈，你撕啦。不怕啦。这间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啦，做得啦。谁会唔怕啦？来，我们我们带小娟哦去客厅坐一下啦，哈。小娟，你去客厅坐一下了。好。哎，要不要吃水果啦？哦，好。好，去坐一下。等一下就好，我整理一下哈。你们去客厅坐一下。来呀。做嘛啦？可世上地位啦，阿妈该就冇讲啊。我另外讲嘛该啦，佢奶奶嘅女朋友咧，前我冇把拄到，唔拄会掉嘛拄唔掉，冇所以来见。哎，没见过店这么小的，还挺可爱的。妈，哎呦，你家怎么用回来呢？哎，好吗？小娟，我带小娟来看你。哦，用回有喊哦。哎，黄妈，你在做啥呢？做衣服啊？做什么？做衣服呀。哎呀，我也要做衣服。哎，黄妈，你帮我量身做新娘子要穿的衣服。新娘子哦。嗯，好啊。要种台面上嘅西模，人家咁愛。媽，伊迄陣地佢哋會仲快啲咧。兄太姑姑講哦，要種嘅唔係好成球啦。唔過叫成空，神真嘢嘅。佢確定要佢生日慶日嘅哦。笑嘛㗎？行驚啦。竟然可以殺老年拖呢？嗱，可以認識5年啦。係真件可以做阿婆呀？係啊，你有歡喜無？小娟啊，有挑到喜歡的嗎？这块挺好的，挺漂亮的。我要做洋装。好啊，你选到这花布呢，黄妈妈帮你看哈。好。哦，小娟呐，你以后出门哦，那高跟鞋不要穿那么高了哈。为什么？挺好的呀。就是危险呐，哈。来来来，我帮你量身哦。好。小心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好，来，先量腰围。等等等等，再拉起来。没有啦，你这是4个月的，这是5个月的啦哈。好，来转过来，哎，小心哦。这里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感受一下。应该要再过去啊，这里啊，这里，我确定是这里。哦。哎，面朝哪一边？面朝客厅。哦哦。这样他才能整天看着你，然后钱就会自然来找你啊。哎呦，这是。哎，黄姐啊，你这个房子的格局呢是女人当家的格局哦，所以如果里面有男主人的话呢，是不适合共同经营事业的啊。
对你不利呀。怎么办？不过没有关系，你记住，一切的一切呢，要以女主人的意见为主，不然意见分叉，漏财呀。哦，你讲得很准呢。我以前那个男朋友他不听我的啦。那这边呢？哎呦，这个地方的气不是很好啊，容易误入歧途。啊，那不就要封起来？然后那这个地方，这里怎么样？我感受一下。哎呦，阿菜，有人哈嘿。哎，弟妹，嘿啦，哎，阿菜，来，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你好，这个是我上风水课的老师小江老师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他们讲哦，小江老师很厉害呢。他帮我们那个舞蹈社很多同学啊，现在股票啊涨很多，赚很多钱，赚一栋房子了呢。他还帮我们家安一尊财神爷。然后，黄姐，是你最近的财帛宫呢非常的旺啊，但是钱赚得多呢，还是要懂得守啊。等一下，我接收到了一个新的讯息。这里，你要在这里呢放一幅画啊。那画的内容呢，不能是人，也不能是动物。然后呢，我会给你一张符，叫正财符，是聚财用的。然后你把这个符呢贴在画的后面。然后这幅画呢就会通过这里，然后这里的财物跟财气就会把钱通通吸进去，加上刚刚的财神正位加持，对，你的财帛啊就万无一失了。太好了，小江老师，我今天要好好谢谢你。哎，你留下来吃个饭吧，我买好多菜耶。黄姐不要客气了，你不要忘记我等一下还有课啊。哦，对哦，哎呦，小江老师啊，谢谢你。哎呦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应该的，你收起来啦，你帮我那么大的忙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不要客气，哎，小江老师，你的公事包啦。谢谢啊。不要客气，哎，那个下次上课见啦。好，要来哦。会，我不会缺课的啦。小江老师，谢谢。好。啊，下次一定要给我请哈。好，小江老师再见哦。再见。总算做得好衰的啦，结股票运气哦。其他人也衰唔好呢，当家衰人马个就冇得。跟你这么汉用喏？用啊。你看迄股票也下许多暗股，你有赚到钱你就好输的啦。无，哎呀，你自家注意到的咩？哎呦，唔是笑啦，天天跟小江老师哦，等下创到其他批哦，我就要输的啦，今日就冲到我买动多菜，我煮饭本身。我最好的朋友看不到我要出的书，里面有2张他的照片。我到现在还在想，如果我们没有互换生辰，那西西会死吗？你真的相信没有互换生辰哦？哪有那么简单，说换就换？那我也应该趁我们连长睡觉的时候偷偷跟他换一下，换完之后，当我没说。虽然西西表达情感的方式总是那么激烈，可是他就是一个那么直接
率真的人哦。对你从来不会拐弯抹角。好声浪听，你敢记得我？哎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办章啊？谁叫你一直搞笑？我现在在做很正经的工作哎。我搞笑的时候，你还不是笑得很开心？好像是哦。让你笑对我来说也是正经的事啊。哎，没有放你的照片，你真的很失望哦。连戏都有2张哎，至少我也要1张吧。还有，朋友归朋友，工作归工作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军中的弟兄，他们都来自各行各业。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们都好有理想啊。我要好好规划一下自己。方正。我们算是男女朋友吗？你很想要我当女朋友哦？你到底还要装傻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明明就知道我从小喜欢你到现在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总是拐弯抹角的。哪有啊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你还要逃避吗？我不想等了，我累了。
你干嘛？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，对不对？你是认真的，还是不常我？我不是黄西，也不是你那些男人，更不是你利用工具。哎呦，慢点啊！妈，哎，哦，谁要不要？妈，哎呀，伊遐糖怎会出来呢？妈，你要出去啊？我去点风啦。小西，来，阿婆看哈。小西感冒还没好，没洗手，不能抱。哦，嘿哦。算了啦，我去点风啦。啊。妈，我要回部队了啦。可是小娟带孩子她没有经验，你先教她怎么带孩子。你莫去可能哦，我本来教嘛。不会啦，小娟怎么会不给你教呢？小娟如果不给你教的话，就不会跟我一起回来了。哦，唔会啦，来。哦，咿呀，阿婆那么呀。而且，小娟在回来的路上也说了，妈比较有经验，这样小孩子才不会这么容易就感冒。小娟，你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小娟，是啦，妈是比较有经验，可是妈也比较。我知道啦，以后我要抱我乖孙，我会先去洗手啦。妈，那我先回部队了。嘿哦，跟你去赶快注意点位哦。哈。爸爸要走喽，哈。来啦。听妈的话。啰嗦。小娟呐，哎，你有带她的奶奶吗？哦，有的。她肚子饿了啦，去泡奶奶给她吃那我哈。去泡啊。你知道热水在哪哈？好，知道。也没有打，也没惨哦。小西亲乖，阿婆下。
哟，哎呦，有食饱哎，落去洗毛哈，落去洗毛吼，哟，来哦，哎呀，多饱，哎呀，哟，你看，要海马干，要海马干，哈哈哈，要海马干，哦，还有呀，要海马干啊，啾，你看，西上的轻快哦，嘿嘛，妈妈想哦，吃饱睡无，较袂太哦，西上的妈妈下喽，你看，妈妈，西上的轻快哦，妈妈下，你看，对，吃饱睡无，较袂太哦，轻快呢。不想啊，吃饱饱，卡袂太。阿姊啊，你看我的金孙啊有够水无？叫阿嬷，唔知你在看啥咧？这个手，叫阿嬷。阿嬷，阿嬷真姐，阿嬷真姐，哦，来啊，姐，阮新妇啦。哦，是哦。哦，阿嬷亲姐，阿嬷亲一个，呜，这是坏习惯，孩子可爱看就好了，做什么亲他呀？没关系啦，阿嬷跟他玩的啦。大人细菌那么多，小孩子抵抗力还不好，生病了怎么办呀？不会啦哈，小希很健康啦，不会啦哈。这是该算一个尔，啊，哪有啥要紧啦？哎呦，不要紧啦，姐啊，咱用看的就好啦，哈。好，跟阿嬷说拜拜。哈，拜拜，妈说拜拜，明天再来看小希哈。跟长辈讲话不要这样啦。哎，小娟呐，我纸尿布袋不够，你有带吗？不然我去买呗。又要用买的，家里一堆呢，大送钱。没关系，我回家拿。小希啊，阿嬷为了你哦，店都不要顾了哦，哈，回家拿，等我一下哦。好。东西要记得拿啊！好。好喽，小希，来转哈。你小莫啊，小莫啊，上会耍的啦。阿炳啊，咱叫咁是毋是朋友啦？若是朋友吼，你著搁借我50万嘛。我这个人你嘛知影，我袂去倒朋友的钱啦。啊，不要借啦！讲遐济拢假讲的啦。小娟啊，把小希抱进去睡觉哈。小心哈。用的喏，嘛个事情啦。无事情啊。你有迄股票嘿？做嘛按用喏？买股票吼，赚钱迄好事啦。好话啦，这股票的事情唔晓得啦，莫讲爱啦。要摆吼，迄个亲友紧的时节啦。今摆哪有天数，买就会朋友啦；唔哪有天数哦，讲嘛就会改啦。嘿啦，股票爱迄唔值啦。唔过爱有通人讲哦，讲遮买哦，要跌到动产唔值嘛。太子。你迄个亲情给你，那真给某兄看到你当年就按的啦，加买的啦，莫紧赔紧多哦。好的哦，你就唐人讲，你就会唔相信爱咩？给买股票啊，就要买到清代的时间点嘛。我哋把马个钱啊，所有的钱啊，全部都等你去的啦。我就以为当时我就会唔讲信用哎。
嘿啦，唔惊死咩？你迄梦里下咩？哟，爷娘诶，我哪应该啊？喂，阿斌啊，安娜，无啦，我嘛唔好啦，我免遐生气，安尼甲你讲话啦。歹势啦，你钱无要借我，不要紧啦，也是朋友嘛，哈。真是的哦，感谢你啦，多谢啦。我一定害你这输赢吼，你系我家己的负担啦。我喜欢这张。这个女人是谁？我说她好是因为她很自然，她自然，而且又有张力。他是我爸的情人。情人？嗯。哦。这张照片是我用这台相机拍的第一张照片。原来是这样。以前我拍照都是很直觉的，反而比较自然。最近我对我自己拍的都不是很满意。创作分很多阶段的，不用着急啊。这张照片，你戴上眼镜的神韵跟我爸好像。难怪你第一次遇到我的时候就要帮我拍照。有时候我会想起我爸。你父亲这张照片就拍得很好啊。你拍的照片都很写实，跟那些只着重于技巧的沙龙照片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已经帮你做好邀请卡了，小芬，麻烦你，谢谢。妈，这间府的鱼有中医无？有啦，好啦。妈，大叔来啊！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来这请。多谢多谢。哥，你也太保密了吧！你都已经付了定金才带我们去看了。哎呀，都无迄人来参与。恁后生吼真友好呢，讲吼要登记妈妈的名啦。啊来，啊这吼这间厝的权证啊，你看卖。妈，真经迄娘命的。嘿，爱命诶，又讲来下讲来的，爱命啊！恭喜哦，啊恁买厝安尼。多谢啦。阮进前哦，伫咧沙中堡租厝啦，20栋啊呢，即马才有家己的厝。啊，大叔，嗨，那会干那一张？啊，毋是应该有啥物房屋所有权状啊，甲土地所有权状哈？恁敢拢唔知影哦？知影啥物啦？这间厝吼，敢若有房屋地上权啦，啊土地吼是国家的啦。国家的，啥物意思啊？啊，就是无土地的权证啦。啊，若要爱土地的权证吼，就爱等都更，都更了后吼，就会放人啦。那个迄都更。妈，都更哦，就是都市更新计划啦。
啊，等以后要订起的时阵吼，咱有优先购买权呢。嘿哦，安尼有清楚啦吼。啊无我阁有代志啦，啊我先来走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好，大叔多谢呢。来去吼。多谢多谢。大叔慢行。好，买。难怪按便宜。你用安尼讲咯，命个哦，无按过，伊怎买到亚健服嘞？严重酸哦，就去家给服的，毋是再搁骗人个。爱上先老母给买下来，再搁继续赌钱，等赌根之后我们再打算啦。大叔诶，唔怕啦，唔辛苦诶。无啦。来做事哦。拿本地呀。那个房子签约了啦，下礼拜哦，可能就会搬过去。阿乔啊，明天我又要下南部一趟，有一件事情非处理不可。这次需要去多久，我没有把握。什么事啊？还一个人情债。一般人以为我们在江湖上只会逞凶斗狠。但是义气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事。欠人家的情，该还的时候就一定要去还。啊，你一定要自己去吗？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阿姐，我卡有农药吗？你做嘛开呢？恁一家伙啊吼，实在就无情无义的啦，要回来给我看，结果嘞，永贞恭喜！谢谢。这是年轻吗？阿姨。黑公面前，穷三夫，做得羞羞脏脏，唔知有几后悔。爱过家，温柔父子，莫等天降嘅雪，爱恨疏风嘅自由，唔讲怕，天天的戏。爱讲怕，永不爱伊。爱讲怕，伊的路愈好开。台风的世界，天风过壁。凉风的世界，
来。